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安德烈·科罗尔校长，金秋10月，丹桂飘香，新闻贵校喜迎100周年华诞。在此，我代表大连理工大学，遥祝贵校教育事业蒸蒸日上，并向贵校全体师生及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祝愿。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，经历100年风雨沧桑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已经为世界培养了诸多德才兼备、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，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区域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我校为与贵校保持牢固、坚实且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深感荣幸。自2007年以来，我们两校一直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与交流，积极探索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方式，深耕合作育人，为推动两国的人才培养、科研合作、人文交流搭建高层次平台。人才培养方面，我们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以孔子学院、中白学院、白中学院3位一体的国际合作育人新模式。值得庆祝的是，就在今年，我们收获了两校联合培养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，也实现了合作办学、本硕博一体化的培养。科技合作方面，两校先后共同成立了中俄白等离子体联合研究中心、中俄白区域经济联合实验室和大连理工大学、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科研创新中心，共同促进技术领域的合作与发展。人文交流方面，两校师生互访频繁，学生实现混班上课，通过中白两校学生同教室上课、同食堂用餐、同校园学习与生活的双校园经历，增进互信理解，助力中白两国人文交流。当今世界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中白两国在疫情之下的守望与合作更是珍贵。放眼未来，衷心期待继续与贵校携手并进，拓展合作领域，丰富交流内涵，在中白两国高等教育领域为中白友好的代代相传贡献积极的力量。期待疫情早日结束，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各位老朋友再次相聚，共话未来，携手将两校的合作推上新台阶。值此100年庆典之际，衷心祝愿贵校及历史之后运，宏图更展，再谱华章，传播100年薪火，继往开来，永驻辉煌。